死了啦！陈家人，你敢讲啊？我叫人敢用的人是我啊！说实在，我本来以为你离开台北天龙国后，我陈嘉玲从来不做后悔的事。等了2年，《俗女养成记》第2季回归啦！延续第1季剧情，北漂的陈嘉玲从天龙国搬回故乡台南，还买了人生中第1间房子。这间厝有啥物问题哈？阳宅第一乡，最忌串灯风啊！开门见灶，资财都好。兰姐，无恁即马是咧创啥？应该啊，笑死了啦！哦，对啊。陈小姐，请你等一下。来啦，你要讲？还是要讲啥？来啦，我是要讲啥？来。我跟你说，陈小姐，你不要担心，你现在在这边很安全，好。我有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月你是第几次来急诊室了？没有啦，那你误会了啦！我男人不可能会打我，他不会打。陈小姐，你这句话呢，我真的听多了。我在美国的医院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这么说。陈家人，你敢讲啊？我叫人敢用的人是我啊！陈嘉玲买了房子后啊，装潢不假他人之手，喜欢 DIY。你莫咧假咬啦，叫佢专门来处理就好啊啦。我当家己来。算个电价咧，医生，医生，你有碰定掉啊？你有碰定掉啊？我要试试看，我要试试看。啊，你袂晓啊，好做你足强的。可以啦。好。你要看，我跟你讲啊！顶下大牛卡有人无？你顶下大牛卡！我是一个飞沙匠，飞沙本领强。什么要家己来？陈家人，莫开了啊！过来！